4、5月份是咱台湾游灯会大开的季节，中华县政府嘛拍算要伫今年4月底来办游灯花节。网络嘛传出讲要请临时演员的消息咯，也毋过中华县的警察局只是讲这是诈骗集团咧骗人的手法。警察局嘛指出讲，今年1月都有600外件的诈骗，损失1亿8000外万，以假投资的诈骗咯上济。 白色的游灯花，中心的花蕊灿粉红仔色。逐年4、5月游灯花开的季节，美丽花海总是声袂少人来赏花翕相。今年中华县政府也打算伫4月底灯花节邀请韩国绘画团体演出，但是却伫网络出现要请临时演员的假消息。他有贴文啊，要征求临时演员文化局跟承办单位都没有。 借这个活动有任何的一个征才的一个活动所以在这里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受骗。警方接到警署追查，发现县府并无伫灯花节要请人的需求，是诈骗集团伫网络刊假消息，目前当立案扩大追查。另外，中华鹿港分局最近嘛查到一件网络假投资拐钱案件，警方掌握证据，伫车手甲被害人约见面提钱的时阵埋伏当场掠人。 接手！待临近车手与被害人交款时，埋伏的警方立即趋前逮捕。现场查扣犯钱的车辆以及收据等物，警询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根据中华县警局的统计，今年1月受理的诈欺案件拢总有604件，财损金额1亿8798万，其中各以网络假投资的诈骗占上济。警方表示，最近常常传出离厝诈骗的案件，诈骗集团假作律师、检警。 怪讲只要纳手续费，就会当帮民众甲互人骗走的钱讨回来。警方呼吁民众就爱提悬警觉，若有任何疑问，爱随卡110或者是165还诈骗专线咨询。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